我哋嘅世界又大又美好，我哋嘅世界有好多值得我哋熱愛同埋欣賞嘅地方。但係縱管如此，我哋都必須去承認，我哋嘅世界並唔完美。環顧四周，我哋睇到嘅係苦難、疾病同埋死亡，係貪婪、仇恨同埋戰爭。點解我哋嘅世界如此嘅破碎呢？我哋嘅世界唔係從開始就係破碎。上帝所創造嘅一切都係非常美好，但係當第一個人類背叛咗上帝，就將破碎帶到咗呢個世界上。拒絕上帝嘅結果就係失去神所賜予嘅生命，換嚟嘅係苦難、疾病，最終就係死亡，徹底嘅破壞咗人類與上帝之間完美和諧嘅關係。從嗰個時候起，我哋都以各自各嘅方式嚟到背叛上帝，我哋都破碎啦。呢種破碎都能夠體現在我哋大大小小嘅自私同埋罪惡之中。我哋或許唔承認自己係罪孽深重嘅人，但係我哋都達唔到上帝完美標準嘅要求。我哋拒絕咗上帝，就等於選擇咗死亡，包括肉體同埋精神上嘅死亡。喺破碎中永遠與上帝分離。好多人試圖逃避內心嘅破碎感，有啲人沉溺於毒品或者酒精，試圖去麻醉痛苦；有啲人試圖透過行善嚟到克服罪惡感，希望以此嚟到抵消罪惡嘅行為。仲有一些人唔願意去正視內心嘅破碎，而係追求享樂，活在當下，幻想一切都會好轉。人們嘗試用各種各樣嘅方法嚟到克服內心嘅破碎感，但係冇一種方法能夠真正嘅擺脫破碎嘅痛苦。解決我哋破碎心靈嘅唯一答案就係上帝，因為佢係公義無可指責嘅神，所以佢堅守着我哋要為自己嘅罪付出代價，而罪嘅代價就係死，與上帝永遠隔絕。然而佢又係一個充滿憐憫嘅神，佢渴望將我哋從罪中拯救出嚟，因此佢為我哋預備咗救贖之道。上帝愛我哋，以至於差遣佢嘅獨生子主耶穌基督嚟到拯救我哋。耶穌唔只係一位先知，佢亦都係上帝，過去是，現在亦是。耶穌係神，佢喺世上嘅時候過着無罪嘅生活，但係佢願意擔當我哋嘅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為我哋嘅罪付出咗沉重嘅代價，替我哋承擔咗因拒絕上帝而應得嘅死亡，直到我哋得蒙赦免。佢死後第3天復活啦，呢個係證明咗佢擁有勝過罪惡、死亡同埋地獄嘅權柄。耶穌今日仍然活着，你渴望佢進入你嘅生命，幫助你戰勝內心嘅破碎感同埋罪惡感。佢想賜俾你永生嘅盼望。如果你願意轉向主耶穌基督，單單尋求他，讓佢拯救你，佢就會赦免你嘅罪，並且恢復你與神之間正確嘅關係，幫助你克服破碎嘅生命。你願意接受佢嗎？並且話俾佢聽，你因罪而破碎，只求佢赦免你。佢係唔會拒絕任何真心接受佢嘅人。我哋嘅世界支離破碎，但係你唔一定會咁樣。你只要接受主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，你就唔會支離破碎。同時，你會擁有永生嘅祝福。你願意歸向主耶穌基督，得到救贖嗎？